基北病院眼科部主治医师黄轩表示，干眼症是常看的眼科疾病，但因为容易被忽略，成因包括老年族群泪腺功能的退化、糖尿病，甚至3C 产品的过度使用、不当使用隐形眼镜等。因此，要有效治疗干眼症，一定要确实找出病因，才能针对问题加以治疗。30岁的上班族，他每天都因为工作的需求，需要戴隐形眼镜超过10个小时，所以他的眼睛非常的干涩。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他还是每日持续的佩戴，没有做生活上的调整，然后也没有持续的求助眼科医师的帮忙，所以基本上这样子的眼睛会暴露在一个感染风险比较高的情况，然后干眼症的状况也会比较难治疗一个状态，那导致他的视力达到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影响。虽然目前干眼症的治疗还是以人工泪液为主，不过医师建议，市面上大多数瓶装的人工泪液，拢会添加防腐剂，避免开封以后造成微生物的感染，因此建议1个月内爱使用完毕。另外，嘛用选择小包装，或者是单次使用，较无含防腐剂。要预防干眼症，同时嘛要注意生活形态，避免目睭使用的过度。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。